各位聽眾，歡迎我嚟本嚟學嘅硬講經，歡迎嚟收聽本嚟學嘅節目。即個禮拜咧，我特別哦，我其實禮拜唔是會講這講嘅，我諗看到 email 嘅人咧，我寫這講咧，其實是唔對嘅。我袂記啊，我講這數都會請我特別嘉賓，即個禮拜起來甲我講啊。心態主其實是路車啊，特別我唔知，我要聽人講數，隔了嚟嘅特別嘉賓起來講啦，等陣介特別嘉賓介紹先，阿龍嘅家姐劉德華，唔是斯卡做嘅，嚟，แล้วก็阿德，歡迎阿德，แล้วก็我哋都歡迎我哋都。都冇事咪未記開，冇事 Zoom 未記開。Hello，大家好。好，那個300belasan，歡迎300belasan。Hello，大家好。做阿平做阿咩？也是。冇啦。依家是做。了。แล้วก็細漢你，歡迎Hello。細漢你，但係歡迎啲你頂喎。笨蛋了，做一半呢。你就點你咩？冇啊，我手腳大嘛。哦。我治條骨甲吹水嘛。你哋平時做工用手啊，定個用手？我手已經閃掉啦。哦，你解嗰隻做工。Anyway，個即係我係expert 嚟 expert 人哋思維好了，歡迎 expert。心態主 expert，冇硬講嘅 expert。唔是 expert 啦，唔是 expert 啦。個另外隻 expert 個第搞白，就是小弟，歡迎小弟。這 idea 是小弟，我來往自己 WhatsApp，唔是，我自己到啲 clubhouse 講嘅事啊。發講，我講出邊這 topic 啊，你咪請住嚟講啊！你我冇明白你這隻個數誒，就是講我哋講條路車。是心態主，幫別人講嘅心態主就是路車嚟。特別個無上 stage 係咩物件？所以我未曉，所以我有啲 mix up 㗎，即係講嘢同埋甚至 email 嘅事。所以我講就路車，我知嘅是，以前就學多你可能嘛，你起檔嘅時稱學多，你數個零頭嘅，係你我知是路車，特別安怎？心態主喺你物件我別你頭101甲我講起介紹啊，就係即心態主係咩物件？阿咪人講安怎來？呢個數心態主 actually 是中單關稅啊，中單關稅，伊是三兄弟那邊伊最細漢嘅咯。要所以三兄弟咁樣是人講還是伊一個是人講呢？三你嗰啲本是人講嘅，要金渣咯 ，then 金渣哪渣金渣咩渣？第二咧木渣，木渣，第金渣木渣跟哪渣？哪渣是第尾一個咯。特別第四行嘅啊，特別唔是叫路車咩？路車是其中一個伊嘅稱號啦，就是講人。做咩哪吒唔是路？哪吒唔是路車嗬？我想哪吒是福建話讀路車。哪吒是路車。路車是因為伊嘅卡伊有迄個回欄嘛，所以嘛叫路車講。等陣，特別哪吒是 Mandarin 啊，福建話人是叫路車呢，人冇叫哪吒，叫哪吒。哪吒是伊嘅假名，伊假名，伊化名變福建嘅化名是叫做路車，還是硬講名？硬講名叫路車。我硬講名是金咪菇，金咪菇。我成世人呢時就變咗金咪菇樣。唔知道，因唔知到一站嗬，到一站迄個人嘅 LRT 就會叫做金咪菇嘅 station 嘅事啊，我會。噔 Station give me go 叮 Station give me go Next station give me go 我愛
笑咯笑。我必須嘅話，我會 share 嘅效應嘅話係用多一個你使用 Zoom 啊？你用 Zoom 啊？你用 Zoom 都 computer 嘛？頂我看你看成。對用 computer。你用 Zoom share 咧，我係使綁起來，就正好大家。share screen 啊？對 share screen 對。OK。係啊。隨隻好正。了。我食開咗先。等陣我俾聽下你 station give me good 嘅聲。喂 sound effect 咗喺度咯。哎呀，真個冇。我這裡噔噔噔。我去吹佢，可能一個到你做好事要 share screen 嘅時候，可能看。所以有三兄弟，但我都講金渣、木渣、加哪渣。哪吒對，對。木渣哪吒，แล้ว哪吒個一個金渣。你大漢嘅我唔知名咩？金渣。大漢是金渣，金渣了木渣了加哪吒。然後係你這個 sharing。這是中大元帥啊，這。這中大元帥啊，中大元帥就是這裡一地大嘅。講哦，冇地寫。哪吒是地寫咩？對啊，哪吒地寫。即係你 zoom 的啊，你 zoom 係大的，我看 detail 呢，這裡唔是上個 I thought 伊是變係你蓮花蓮花對，伊是蓮花嘅身軀嘅對。對，你身軀是直接靈嚇，你困掉嘢是。冇這後尾是花啊。花，伊連啊撲機嘛，連嘅花。唔是花啦，伊係肉嘛。Super Chat 等陣同佢感謝 break 嘅，喂，好一個你感謝這裡 station give me station give me good 個我突然感謝 station give me good。啥？人講路車，但比講回車啊。回車啊！你 scroll 個 look 一啲就會看一卡嘅，迄個人啫。伊是直接零下立掉，一借就零。Because 伊這個故事是啥物事？Because 這是 I think 東海嘅點聲是啥物啊？東海靈王。對，伊拍死迄個靈王嘅鏡了，係了，伊個再變無上 stage，伊 level up 去。對。OK。伊 level up。所以這是伊個數㗎了啦，伊應該是較早嘅事 ，because 伊是古早嘅事，伊是安怎成普通嘅人嘛。你普通嘅人會紅講啊喲，特別是佢哋家姐是紅講先嘅。Actually 我會記吼，路車講故事 ，actually 我真正有 deep 嘅 impression，because 我古早細漢嘅時吼，我會嘛一去唔知去到找着。佢哋 video tape 啊，of 路車講 animation 嘅嗰種，跟住 animation 啊，是中國頭一出 animation 啊，接 Oscar 嘅 nomination 嘅，伊真正水嘅嘅 animation。是唔是1980幾年嘅？冇啦，舊年啊，1970，冇，伊講嘅是1970、60幾年。伊係about 40 minutes 嘅。我看過，有把路加看嘅。伊 about 40 minutes 嘅。真正舊嘅，在 YouTube 喎嗬。佢哋點聲 ？YouTube 是應該是新嘅吧？如嘅。冇，這是真正舊嘅。所以 I think 佢哋是一講搞個一邊蓮花嘅事。即係嗰時嘅前60幾年嘅。something like that 啦 ，basically 伊是講搞個伊變到蓮花了嗬，咧伊對來愛報仇或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嘅。你看呢？就係 point 呢？這是咩啊？即老人講咩？老人講哪吒是，係咪我表讀？咩托塔天王？托塔天王李靖啊！哎呀，我讀掉啊！托塔天王係李靖的兒子。李靖嘅囝，對。托塔係咩意思？托塔是新嘅。這是新嘅。
哦，托塔天王是咩意思？伊手吼伊举了一个塔，不知道，是巴哥达，哦，巴哥达是塔咯，所以伊举了一个塔嘛来款嘛，所以嘛托塔天王咯。哦，托塔就是咧巴哥达意思。对，靠表意。伊举了咧巴哥达。哦，神寮是托的意思，就是神寮的意思哈。伊啥是讲吼，伊会嘛有伊的事啦。啥事啊？伊倒来面伊嘛巴肚贵了，真正济，真贵了，对。然后伊一会生伊出来尔吼，伊生伊食一个卵内面的，哦是。八丸啦，八丸的啦，就八丸的啦。对，然後佢八丸的喎。然後嗰啲人，嗰伊嘅口度正驚咯，正驚咯，想。我別你對你咁叻看啊！照你講話八丸，我對人都貴嘢咩？我又唔俾解釋，寫出來八丸的，咩叫？係咩咩叫？我是小掉，但是人講嘅時咧，依然嘅生一粒八叫出嚟，咱個碗好笑，但係邊度人講就係講八丸嘅。這是個無人好笑到吧？電腦有影就是我媽講嘅嘛。哦 ，direct translation 啊，a ball of flesh 告訴我，但是講我是我夜晚上是食八丸。ball of flesh，哦，這是塔，這是你講嘅告訴你，講一生一粒八叫出嚟，想已經是粒地板出嚟。你講條八丸，我是想講喺面龜條湯裏面，八丸就參加呢樣嘢事啊，紅燒龜條湯。係啦，我是講這是龜條湯裏面啊，上面咪講講八丸。不，我是想到讓成家啲獅子頭啊，然後你度粒真係八丸。OK，所以伊嘛，即個大媽喺度夾塔啊，一間一間嘅塔名咪金李靖哈，所以伊個伊嘅寶生出來一粒八丸，要生迄個八球，八丸成個係食啦。伊人規個口嗰度度驚咯，想講咩妖怪嚟嘛？哦，特別已經生攞嚟玩咧，唔會攞嚟驚嗰啲生啊嘛。所以你唔是話伊大漢後生、第二後生無八丸嘅咧，伊唔是八丸嘅。正常啦，無。哦，第三個是第三個。哦。所以第三個是生出來就八丸咧，人再變做哪吒去？伊就是講伊人規個口驚嘛，想講蝦米妖怪啦嘛。所以伊把吼度牙伊劍吼，度切掉嗰啲伊迄個八丸啦。真的，我講看你講真的。即係咧，佢電影是接住嚟，佢電影是接住嚟搞好笑嘅講。This Bruce rollerblade originally innovated by Chinese。係你啊，你一粒鏈嘅啊，你真係你一粒鏈嘅，你叫咩啊？你真係人鐵頭，你一粒鏈嘅成個你啊。บ่ซะฮะบ่ฮะซะแล้วบ่นะฮะเนี่ยยังจิดับแล้ว就是这种哪吒应该叫你飘的哈诶特别福建话在读下哪吒是唔是等人字不是读哪吒還是讀福建話叫哪吒特別福建話冇人叫哪吒嘅啫，但特別人講起拜起哪吒下面嘅啦，人講哪吒，人嗰度講蕭條啊，冇老車啊，ยัง冇叫啥嚟嘅了，對，แล้ว阿是冇係講嘅，ยัง叫中段元帥啊，中段元帥爺啦，ยัง叫元帥爺啊，所以人對，所以人講起來加了咧，對，係你故事是古仔，人同佢人講嘅是啊，攏係看到是伊老爸哦，然後人講嘢個係咪㗎？所以 from the story 啦，特別咧 ，actually。講起來 which 一隻人為人講岑太祖就是岑太祖啊，無古早嘅物件嘅了嘛。But if you 看起國家古早嘅咧，actually 伊是嗱當然攏看the right hand side 小嘅嘢 ，that was the first one the first animation if I'm not wrong。對。So as you 看古早國家古早嘅咧，actually
伊 story 是 from 正的 subtitle story 是 from the 格林啊的 India 的 story 印度回来 because it 是 from 印度的故事啊 then when it arrived in China 伊到中國嘅時咧這個是人中國嘅人中國嘅故事啊，人邊邊講咩物件？中國 interpretation of 伊係你印度嘅上加你叫做咩？係你大聖爺你講啊，大聖爺對 Ramayana 漢努曼係啦，人大聖爺，是人考試冇講見嘅，所以這個 the few 這個個了想even 想鳥Goddess of Mercy 係咪個了？這個是 the first batch 嘅物件來個了嘅兩邊邊。So because 古早是按照講啊，is from one of the reincarnation。係了，伊有一個人了，特別伊唔是叫哪吒三太子啊，是咩物件？伊無啊，伊是格林亞嘅名，the Indian name。係了 ，only when 伊Muttulingam。講個字啊，記咩？你卡穿成筆水啊！呢個解。係咪先 normal 嚟配見印度人嘅名啦？特別伊是古早下。So 阿是都看 backdated 啦 ，even before the story of the existence of Jit Emperor 啊 ，actually 這個 character 佢了 already 多 the story 入邊嘅。It's just that when young 到 China 嘅時。or when they founded 樣出到 Taoism 嘅時咧，這 character 佢了多入邊嚟㗎了。所以咪是但點知人講起是就啲立法生講起是，人講這個咧是正人，伊有啥即正人嘅叫人講嘅是，還是老車人講無，人是講無誒，關鍵馬門是無本誒。對。誒咪係意思上古咧未 proof 係啥意思？冇，伊無一個記錄誒，所以阿丁是無嘅啦。即係講是有，特別咱未講無本啊，咱是講伊是無記錄對，伊無成日講有咧成日定住咱講耶穌什麼嗬，因故佢成日 because 耶穌較新嘛，你係你冇 make sense 咯，係咪？古巴啦，伊路車咩有灰啊，天頂背嚟背冇 make sense 嘛。特別即係講嘅故事是有啲塗骹有嘅故事嚟嘛。對，咱講即講對。其實依靠道理，係你是較鮮啊，未必較古。特別有可能聽到人 document 物件是，人是用這裡打，人是用故事來講嘅嘛。但有人夾錯，變咗有啲有鮮係咪嘅？會人啊！但係講只識唔使日水變酒嘢啊！見啲水定面啊！你是未必唔知啦。So anyway 下了佢就講啲，到有三個件了，即個人講掉迄個路車還是甚太主都是第一世下，即係咩嚟講看嘅？那拉古瓦拉係你印度嘅即係印度 version of 甚太主。即係林木那食嘅啊？嚇，林木那食嘅。一隻是伊咧叫你淡仔，即是伊白寶啦，先我看長嘅。對。OK，佢嗰邊住宅嘅後尾。你伊寫出來100萬，你是安裝個變到一百件物件割刻出來啊？100件物件。一部 chat 啊。你就出來啊。So that's the story that 人講 the story that 嗰個人知啦 ，because from the you know this 嘢戲嘅了係咪嘅了啊？So that 我是講個嘅科位啊嚇，是人嘅先嘅獨立頭啊。做咩做咩？伊就無講。點解獨立頭咪真係搞死？是講我成講講即係 too much information。冇。係咪物件冇明白？獨立頭真係搞之類嘛？冇獨立頭真係搞即係你硬講嘅故事，伊唔知。我冇搞嘅。淡仔人講未看到，佢哋是掉 sorry 人到啲淡仔人 share screen 我做 picture 時，那是人看 vertical 嘅 feed 啊，到啲 YouTube，人就俾佢看 horizontal 而家看會到，那是特別我 keep in mind。那是講 vertical 人看袂到，那是伊是跌嘅人看袂到。特別白見白刀肯定我做嘅時，我另外一個辦法，好人看會到。所以伊一多切者，伊會開起來，就伊囡仔走出來就200萬入面。
人咗講者潮啊！一走出來是八萬出來啊啦。阿環你告訴啊，唔是成個講嘢，伊係都棘做隻件仔嘢，係唔是啊？唔是，你刮下你白了嗬，咧伊就變到一個fully developed 嘅 child 咯，會行咯，會刮了嘅。OK，magically 咧，切就噗就嚟變。伊上間嗬，查甫迄個羊胎迄個桂粒包起來，太盤啦，嘅 placenta 嗬，伊 placenta 可能嘅，placenta 對，所以嗬，伊有迄個 case，因為我姨啊，伊就是阿番出事嘅咯，我有一個阿姨，第四個阿姨，伊就是嗬，伊一粒安尼看出來嘅咯，我媽有講過嘅，伊一粒看出來，了伊用迄個。啊，杜海潮啊！其實潮喺面嘅，有影有誒。哎，咩潮喺面嘅啦？喂，即刻接住嚟，你計好潮呢？我唔知住這樣子做在特別講面嘅真好潮。一講就father open 邊呀打就自己查啦，好啦。有計冇？你看你嘅人講掉咗笑你卡嘴嘅，突然之間啊，南西。啊！你講你姨嗬？啊！誒，等陣個啊，等陣個人講啦，等陣。你講你姨是唔是冇有即個營養嘢呢？我即個姨啊，伊唔算營養，特別伊食特別兩步啦，伊較特別咯，伊目睭食特別了，伊本真正水，安尼食伊地水是伊嘅喎，了。伊個地有類嘅，真奇怪。伊命地好嘅。哦 ，OK，無因為有時 ，I mean 有一個 like，I mean 啦，一個 belief 啦，講 baby 嚟講養生係 still 包了大嘢嚟膜嘅啊，伊出來有養有營養嘢呢，然後有迄個啥嚟psychic 嘅，伊有時有是神嘅迄個。我唔會伊啦，即個伊因為我有7、8啊啦，阿姨，所以即根本無講水，伊真惡誒，所以我真驚伊誒，所以我垃圾啦。maybe 咧我機會，我有機會拄着我問伊看覓，伊有一個膜咯，有影是了，我媽嗬，你看離破伊哦，了規個膜看破出來了，囡仔佇內面咯，安尼看咯。伊一個膜誒，特別伊唔是嘛。膜，伊是placenta啦，是一個膜咯。伊無破，伊是包掉水水咁生出來咯。有誒。OK，但所以哎呀，要 order 咯，要 order 咯，這小弟 ，OK，來看得對，我看得對，這個哈，這拍贏，一拍贏，所以拍贏咧哈。The story was 一起寫嘢啱啊，係了 the dragon is son 嚟再嚟介紹拍啊，你拍死 the dragon is son。So that is when he hit to the。特別這個細漢個啊，這個細漢，特別講伊細漢。He has always been 一落來。伊別大漢誒。伊一落來嘅，伊咩是細漢嘅。伊 actually 應該這樣講，伊like based on 佢哋 animation 啊，伊嘅 lifespan 啊，到 the earth 就 very short 嘅，伊嗰時 still very young 嘅。然後伊 basically 就是伊這個係呀。what you call prince 啊，伊是去海為伊水了伊個伊個迄個伊個迄個布來伊迄個水啊，伊游迄水時，迄個做下骹海底個迄個海靈王嘅假數係貴，對，海靈王嘅假數準。了伊會驚到 volunteer 去看蝦米事咯，了伊就甲即個哪吒相罵了，相拍了，個哪吒殺死伊去咯。伊講伊嘛，伊即變什麼我描一下，我袂記描，伊變咗我見嘅描一下，有描伊講伊三，差不多3年講。
3年即8萬3年，阿咪伊有8萬3年，即嗱因為即物件，哪吒紅孩兒，怎麼樣分別？紅孩兒個無相嘅喎，無相講嚟，紅孩兒是落嚟手嘅款啊，你落嚟手係條款嘅，無相無相講嚟。紅孩兒唔知嚟，紅孩兒計無關係，紅孩兒應該是古魔王嘅囝，係唔是？啊，紅孩兒是古魔王嘅囝，對，計無關係，因為都會變。無關係對。但我去找紅孩兒啫。紅孩兒是迄個 Journey to the West 嘅故事嚟嘅，伊是古魔王嘅囝。啊，了伊是對調觀音媽嘅。當時你看到觀音媽邊有一個囡仔呀，其中一個囡仔是伊來的，紅孩兒來的。紅孩子。When it comes to Taoism 真係有真係囡仔嘅神，which 真係人 misunderstood 講是三太子。伊是看到囡仔就實講是三太子。看咧就 similar 啊。Because 人隔了囡仔，人隔了上一行款嘅 post 隔了嘅嘛。I see，所以人誤會實講是。也唔是誤會 I think it's just that 人上一個 figure 特別無相命，然後人特別看到是人想三太子特別，伊是無相 character。Because 人towards 人係你有一個太子嘅名，人就想講是。個無相嘅太子呀，個無相別咧，靈太子啊。靈當太子是係咪啊？太子意思是係咩啊？太子就是 prince 唔是咩？太子是 prince。王囝你是意思嗎？太子對。太子。太子哦，太子。都是美國太子嘛？我啦，你是伊囝啦。好似王母娘娘嘅囝咋？啊對。伊是王母娘娘嘅囝咋？伊是美國太子嘅咋？對啊。伊講到 TVB 我會記得 TVB 最出，你講 drama 叫做咩？封啊，這是封啊，《封神榜》。is a family story。封神榜，封神咩？封神榜，封神榜，封神榜，封神榜。啊榜，封神榜。封神榜是哪吒告訴我啊對。我唔捌看過咧。有二郎神啊，封神榜有二郎神，有哪吒，有家封神榜是真係古正嘅故事，是 before China 嘅 dynasty 嘅故事。伊講是跳檔是看高分別，伊唔是講。伊個紅光不要分別，伊是講跳檔嘅是，伊個分別住，我就是啊。因等陣人講係，because 伊，我唔是伊無相款，無相信來是人起無相款嘅。OK， 等 history 講者啊。所以有三件，แล้ว這個伊怪出來了，伊就變做囡仔去了還是，人講破點正啊，直接 repeat 上嘅了。But then after that，我們再 chronologically 咧，伊變做好像就出來就是會曉，就是曉 skateboard 咧。冇係 skateboard 阿 boy。冇 skateboard，伊是有白鼠虎星嘅。skateboard 是阿 boy，是阿 boy 伊朋友。我知伊有想，特別 always，伊 always 是想有淡薄，伊起航，咁伊對，安尼成，伊就 feel 到伊家己淡薄辣，然後可能就是，伊成日唔知，這是頂住我看咧，是唔是？冇咧 ，sorry，唔是，迄個是 Netflix 嘅事 ，Netflix 嘅事唔知咩，係咪 Power Bender 啊？係 new version of the 哪吒 story 啦，都看是七龍珠啦。我唔知 ，anyway 繼續會講 ，OK， 了伊這是白你驚，這是白人講，我本比較本，這個頭先講嘅紅孩兒，係個古王嘅驚，這我本比較本，是咩？這個紅孩兒啊，特別伊隻像喎，隻像緊哪知？看愛像哦，攏看像愛像，特別伊面冇像，伊 expression 冇像，特別伊衫差唔多像咧，伊個隻條嗰啲，冇像啊，頭毛冇像，頭毛呢個是冇帶嘅，係你冇帶。你知嘛？冇打，你真係冇帶咩？一撮咧，摸一撮，但係都可以落車。本是一撮嘅啦。佢係頭毛嘅了，反正嘛。特別一邊 expression，一邊成個淡薄 frown 淡薄一邊。But when it comes to 邊 expression 呢 ，depending on 看住kick 出來就是一邊安怎，一部關係嗰邊。哈？所以 expression 唔是 consistent 嘅，我就是講。Because 無相人做嘅，無相 maker，為你是台灣，為你是 China。
even when it comes to China，安尼 J village 無像人做嘅，所以邊個了無像個了，了無像點聲，伊邊個再無像。stages of 伊係你講，then OK，then 咱當然講到對，但係伊大漢了，伊其實在講伊有力，伊有啥係 magic power 呢？伊 actually 一直落來有，就我講嘅你看咯，伊去演水嘅時啊，伊做甲幾個undersea 嘅 palace 啊，準嘛，伊家己有一個 innate on supernatural 嘅 power 了嘅 ，as a 囡仔，as a baby 嘅時陣。Sorry， 這個假衰，做我笑。該鬼混呀！我唔知這做啦，I think forever 被成真是做嘢你啊！放出來。伊講紅孩兒 is holding Miss Universe scepter 。哎呦 ，OK，then OK，所以 for 伊代啲有咧，但係你講嘅伊去叫到後面就做嘢是個變身嘅，嚇呢？叫到後面係靈昂嘅。唔會拍死嘅驚。accidentally 拍死嘅嚇，後面就拍死啊，小拍上面。拍死嘅。好啊，得講。唔係，等陣我會聽佢會講。你這人講我好笑呢。佢會講，伊安怎去甲海靈昂嘅驚拍小拍，用手拍哦。冇係咪數啊？伊是做一出轉呢，是去介紹拍是係咪數？就一個數啊，but one of it 係阿達講嘅話嚟咯。啊，對啊。So 讓拍 ，so to what extent？讓按照拍，就一人講冇像，OK，我唔知啊 ，because 這是物件，這是第一個啲是個了告訴個了係嘛，我就係講是，伊拍了一條水，伊成啊一條樹。OK，睇是係靈昂嘅驚了一條樹，一條樹係嚟伊影掉發呀，然後 because OK，for 我咧，我拜什麼處？我係曉拜，我知的 history 拜。安怎落 detail 咧？嗬，發生係咪事嘅了？我未曉 ，because 這物件一定啲這物件都是人嘅故事講嘅了。你知啊 ？So for 我係是 because 我就係講，我拜人，我就係講我未使食靈牛，lotus root。because there was a stage 成故事呀，啲成故事用靈牛。對，伊骨嘅了。伊行嘢嘛個了，伊夾嘢骨個了，伊行嘢嘛，所以伊夾靈牛來做骨，แล้ว伊夾的 lotus 係嚟個了來做伊成骨，佢伊成骨。This was before AI 啊，所以樹湖黏個了 ，that's why 佢人樣叫蓮花三太子。你個呢？這個嚇，這是都會講伊樹湖就是嚇，哪吒是太乙真人。太乙真人嚇對，伊樹湖是太乙真人。太乙真人，特別伊是這是幾時嘅時間？你講幾時間去換骨換心是做乜事？所以伊講嚟驚，伊拍死你係講嚟驚嘛？แล้ว伊係嚟講得起係吹嘢吧？แล้ววิกายโทษกล้องแบบก็ revenge 咯แล้วแล้วอีกทีแล้วสิแล้ว佢講哦你驚殺小為驚嚇แล้ว你知話是實但話佢會講輕易骨可以嘛แล้วอีก講驚死咯一條關伊老伯燒一段係白骨打位OK 一擺燒到白骨打 so that's why 我人等陣都聽到見啦，考下你時我係什麼？我係太祖考嘅。你太祖考啊！係了，我人拜什麼太祖成日做勞作嘅事咧，又當就係講係你拖豆有什麼發生嘅啦？佢自己白骨打係 brand 對，塔票嘅拖豆，塔票對，往拜時咧又係人。你worship 相打拜來拜人俾拖豆嘅。
所以yang tetap拜来是咧yang俾條白骨打咧，我人就是地點落邊啊。哦，你往為是點嘅事咧，你定到條發燒落啲太會，對，你往唔是點往下多邊嘅事咧，yang ka拜人yang每往我喊住你台灣你點解拖邊啊？你往哋計講我，一個隻怪人嘅事，伊老白燒伊都合俾嘛，樣時我丟哦。哦，所以人同埋就會在 history 嘅了解明白你嘅，OK，啊，不樣想講我人點樣嘅物件多邊啊，都唔係用物件，because 人未使拜，你話冇隻靈啊，冇隻靈啊，你骨這樣靈啊，哦，我頭先佢哋台灣人哋講是講我未使食靈啊，我就想嚇，嗰時是有關係講未使食靈，OK，你 OK，你係你是咪只細漢係幾歲？3歲，我啲所以做嚟，一直頭掉到啲3歲嘅 ，forever 3歲嚇。伊是 Alan Tam 啊，較少人個 Alan Tam 咪入過去啊，特登你入過去 Alan Tam，特別就是那扎特登你3歲。OK，所以3歲伊度 OK，แล้วอันนี้佢เนี่ย OK 啦，變做伊下嚟講 OK 啦，冇亂嘢啦，伊解話 good 話善咧。所以係是 peace offering 啦，แล้ว後尾就是伊家去做善嘛。哦，所以伊只攤話善呀，伊度愛你攤做善呀，還是特別少到特別成個學解伊師傅學啫。啊，解師傅學咯。一解師傅太醫真人學成，學了後有迄個功夫啊。哦，然伊家 OK，啊，樣成個是有小 rank 啦，慢慢 rank 慢慢 key 啊。對，樣有加 enemy 小爬升嘅即個封神榜嘅點聲咯，都是封神榜點聲，都是有。封神榜是100啦。The Father is 哦，這個冇事。哦，大媽，你大媽你講嘅你 TVB 嘅封神榜嚇。對，封神榜嘅那邊。嚇，interesting 哦，咱隻故事真 interesting。你講埋 TVB 嘅，嗰啲咪是出故事嘅呢？Mythology actually 真正 interesting 嘅。啊。Mythology 真 interesting。特別因成個 overshadow 嘅內個，安怎冇人講嘅內個嘅故事嘅。伊個歌攞嚟歌甲無安尼出名，伊毋是百萬 compare to 嚇，伊攞嚟歌無安尼 dramatic 嘅一樣 story。哦 ，OK，所以人拜是拜伊拜即三太子呢，樣無拜伊做歌無呀，有人拜哦。所以伊個字歌，木吒有一個嚇，有一個 temple dedicated to 伊個大巴生 client 嘅。哦，道哥有去拜哦。Other than that。這是檳城 Malaysia，I mean sorry，唔是檳城 Malaysia 個有還是即中國冇有人拜即個？這是中國個了。我再講中國了，泰倫本有就，泰倫合在位啊，伊個祭神啊、木吒啊，只人頭嘅就，只人頭嘅。吹者俾看。吹我俾看就。伊人頭咁樣嚇，แล้ว OK， 所以。伊大哥本無人金吒木吒本無人拜，是干啊人拜即個三太子呢？伊較出名。OK， 所以有本啊，特別伊無那 popular 就對啦。所以有時你去世間嘅段還是 temple 啊，我就你會看到，特別 it's not the main one， 樣上個係多邊啊，反正會。然後慢慢看到就哦，係你是唔知係是伊個大哥。哦，有新聞啊，人講新聞啊，有人講新聞。你上個演可能是囡仔嘅款嘅哦，還是人較大漢。哦，較大漢。特別，但伊個人講新嘅是真正舊啊，所以你講哦，冇咩看到，冇咩看到嗰啲。這是一講嘅咩啊？這是他不要連累父母。割肉還母，伊是換哦，伊割肉形伊嘛，割伊骨，貼伊骨形伊把，了拜樹你伊咪害死伊白母嘅數 ，OK， 三頭六臂 ，became three heads。這裡 actually， 我過後時我看到，我講係啊。伊骨啊，形伊嘛，伊迄個肉蝦米嘢啊？是啦，這 episode 咪講到古啊。
嚇，你講咩？你講，我唔要緊啊，唔要緊佢講。你講，但我你講嘅我未聽啊，你講係咪講？佢哋 version 是，我看到嘅是 when 佢哋 Shaw Brother 啊，佢叫真出名佢哋 actor 做嘅，佢哋 version live action version 嘅 Shaw Brother 嘅。我未記得叫佢哋 actor 真出名，伊本人早死嘅迄個 actor，伊做嘅迄出都是 from 迄邊我實看到嘅。Because animation version 是吼，人早一日頭吼，也兼家己割家己嘅腦，咁麼管嘅。哦，係咪意思？係咪？伊 basically 為咗愛 protect 伊嘅 family，伊 take the punishment from 佢哋係阿公了，伊自殺咯，你看伊死了 basically。OK，就 sacrifice 家己意思啦。Alex富生，好，你是講什麼 actor 是？富生哈。對。哦，Jenny Ang 啦。哦，珍妮昂，哦。珍妮昂。哦，珍妮昂。啊。唔知我講咩？因為對條講真嘅。OK，你講到對告訴你是講到對then 伊計拜數了，伊其實俾人講，其實人失敗。伊拜就不等陣人講伊嚟會練嘅。你是伊內好朋友啊嘛？係咪嘢講？我也回來呢，你是伊內好朋友嘅來變這也回來呢。哦，係咪朋友就伊立伊內朋友變咗會練呢？伊內朋友變咗伊會練鬥下手伊。對。哦。有各位。我唔知，唔知乜聽過啫。特別 OK，高數我未曉嘅。咱 skip 就，咱冇講拜唔記得先。你講話，你安怎會去想拜？安怎會去拜？安尼這樣講嗎？你安怎會去安尼誠心拜這個三太子？而且我係 mother 去的先上一個安公經 for the past 60 years。哦，所以你 family 啦，你佢決定一來細漢大漢都是去一間嘅安公經嘅。對，我等住未話嘛，我講，我其實拜三太子去，伊講哦，多位不多係拜去。哦，嚇？特別我出事唔是8萬。我出事先攞200萬。你出事那是攞200萬，你是好玩啊？唔是咩？你講你是好玩，你講四好玩。我寫是好玩，你家主要是嘛是好玩咯。你同我講你紅孩兒嘛，你講你硬孩子。咱誤會講伊是路車嘛，誤會講伊是上多嚟人上一個人，其實唔是嘛。我冇錯到好似咩？有時講紅孩兒出事就係本是8萬，然後咧一巴是古網嘅，所以是古8萬。你是佢咯？我真係唔知。你出嚟對internet告訴我，我唔知。你自己想到呀？我好想到一個路車，但係講伊是路車，一出是本是8萬嘅，我要變做古8萬去哦，伊是古8萬咯。搞，你 OK，所以你拜細漢對你拜冇拜你拜啊？是馬幾間出人拜？我拜，你拜，佢哋幾間出人拜，所以我是三太子嘅契家。哦，小寶本拜嚇，小寶本拜。所以我是按照講啊，成個佢哋 family 是拜嘅了掉啦。even extended family 係了是成個朋友係咪㗎 ？because 你啱是到對位多你大擺去上一間。上一間，所以伊路無想講，像你到底新加坡係咪？你個就對來拜，還是你新加坡吹像三太子嘅，把你阿母學晒三太子嘅。So because 你拜關係啊，就是拜關係啊嘛。所以我特拜也是我對，所以我想講我到新加坡對來咧嗬，
啊是講是我有啲啦，下一暝伊人講經有開，啊是講拜六我得到去，所以我多邊嘅時咧，古早係想開拜三拜五，我拜三拜五我得到去，然後有時需要到到下手啊，是咩物件咧？我們有記到下手，然後成個有時，我叫一到邊咧學見嘅是讓你未來有一個等於是你個你嘅知未去嘛？我有去咯，呢一暝我有去咯。就是迄一暝我就是去伊個我就是去拄要攞基地嘛，所以我特別往下過去嘅。你是幾時變拄啦？咯，你今晚會邊？我就今晚會。今晚會邊？特別我俾再講，你拜 ceremony 是做咩物件？Sometimes 會生日，so usually 是9月10個。The original 燈籠啊，9月10個。特別我係 temple 咧是 celebrate 到8月10個 ，which is 個大伯講生日。8月10個唔係中秋啊？中秋是咩？中秋是 Mooncake Festival。對。你拜啲記唔記得？唔知中秋是咩？冇人哋甚太主take over 嘅。Because 所以個人講，人講伊個數係咪古早係咪個了？你我未曉誒。你話別曉，就係講是，特別我聽講你拜咯，所以你拜是你新年拜一週年咩？大家都是要拜，所以你拜時是，你想講真到第一大鬧咗嘅時，就是讓暗第一大鬧咗，就是8月10個拜神太主誒。報恩。哦。伊報恩。你按照 ceremony 是按照去拜係咪？按照成個人嘅頭頭來係咩物件？按照你按照拜你 process， so 老麥講係你 the temple 係咩意思？別人講上個8月10個報恩嘅 ceremony 咧，報恩就學人報恩，人會使起計報恩。OK， 對，所以是上個按照講啊 blessing 啊，the actual term 樣做下物件，係你我別曉，我即係曉拜呢。But because this is some Thai Jewish temple， so why temple 是用大元帥 ？That means 就是 the central marshal it did the highest level 嗰啲啊。So which is a very 真係 common， 特位你去嘅啦，你本嚟看到用大元帥。伊個 figure 有無像嘅？你是講伊就是講伊 from 細漢起變百萬邊嘅，直大漢啊，直起rank 起嘅第一關都就是中大啊，中大 ，because 中大元帥是 because 吹，中大係咪水萬歲？中大元帥，對，應該係元帥啊，元帥。Captain 啊，元帥是 Captain 啊。中大咧，中大 Central Marshal。OK，即係成個兵嘅because he is the warrior 啊嘛。warrior 啦。So 你看 if 你看樣個咧 figure 個了咧，佢是大中嘅咯，所以的係咪啊 ？The West East， 是唔是？伊是有我將官啊，我將，我將有無相嘅所在咯，東南西北甲中。伊是中嘅咧。即係甲伊個內個無關係，即是別個無關係了，即是伊家己一個別個 rank， 伊第一關咧，伊成伊個樣會卡呢，做隻 warrior 無上 rank 嘅 warrior 做隻啦，你東南西北中，樣個無上位啊，個了。喺你甲麻雀無關係嘅，喺你中東南西北無關係嘅麻雀。冇，加麻雀冇關係。我想是紅中 ，OK， 所以你喺中關，你拜時，你按怎你去學曬，你按怎拜，你就俾物件去，還是按怎去拜？When it comes to 你去啱嘅時，你去報恩嘅時，按怎你做咩 process？ 冇別曉拜天公，係咯拜我將。別曉嚇，你 sometimes 會搭下伊嘅時，你買淡薄阿摩藤安尼款咯。你拜時你是3歲數，所以你就買啥？古靈頭喎。買淡薄阿摩藤，買藥骨可以哦。藥骨是你Vitagen啊？成個 Vitagen 嗰啲。咦，我就係個裡面喎。So
對，拖到阿毛糖為是 because 人是當講是伊嘅生日啊嘛，所以有人買 cake 去咯。特別個人嘅，哦，買看到家己愛 cake 買啊，哦，個人嘅，特別一個物件特別有嘅是小肚。哦，小肚小肚特別有，古代特別有。看啦，有時三隻，有時五隻。興慣啊，你搭試下咯，係着少。哦，啊，所以是阿環了。Actually，拜是相關的啦。It's just that when the ceremony when 伊成個頭前咩樣唔是頭前咩啥 ，a few days before，這是上帝。A few days 嗱，只水我看到一樣嘅，這是中原啦，這是這是中原。我吹無木單，我吹無。嚇，唔是中原咩？這下中原嚟，我吹木渣吹無。中原什麼意思？中端元帥。中端元帥。中原就是伊嘅意思啦啊。中端元帥嘛。中端元帥就是中原啊。中原唔是迄個拜迄個出月鬼拜鬼嘅，唔是啊？唔是，迄個你講嘅是出月10個嘅，中元節嗬，中元節嗬。中元節嘛嚇，伊個無相啊，係你個無相啊。就是你中元什麼意思？伊中元是伊 short form，abbreviation 掉，即係中端元帥嘛，中元咯。哦，中端元帥是伊 short for 中元嘅，是講。Yes。OK。但我actually我是講唔對嘅，特別我聽人講。Anyway，so 伊迄中端元帥是。就是這個你看到當然這個 image 就是這個上帝樣嘅一個邦格啊，伊邦格嚟，對中端元帥 highest level 啊 ，highest level of that means is the general word 伊 career 啦。對，是人做囡仔點聲，甲大漢點聲，變 warrior，係啦，提示但你係靈王嘅囝，係啦，到後來變做天公顧關良，伊講係伊提示人咧，唔要緊，因為伊骨甲伊肉嘅咧，係我伊老爸老母伊啊嘛，係咯，可以升伊直接變做中端嘅，我聽人講是猜人啊。Okay，so apparently 伊有一個八人 missing 掉，是講啊 ，because of 伊嘅靈王囝 actually 害掉人咯就，伊出來啊，嗬，伊 make the mess in the 欄杆嘅位就，最係嘅。meaning to say 啊，就講靈王囝，伊做咩事係會睇伊嘅囝就 because of 伊插亂人，伊插亂人咯就，伊神聖啊掉。一直係靈王嘅囝，特別一直神聖囝嚟拍死嘅。神聖囝哦，阿龍嗱，你看即間不讀囝係即中係咪個中係咪？一下 different。中，但係而家人講中原，我就講中端元帥。你人講中原，我講。這是中鼎嘅時候，即頭這字。中端 ，OK。你但乜佢會講係咩物件？你講嗰隻係物件，咱無講到。我唔是無講到，一落來伊無大漢到，伊是一落來3歲。It's just that 伊嘅邦格直直起。伊唔捌大漢過。OK。伊個包啊，上面咧其實嚇，你看，人細漢你嘛是起了啊，你看到。OK，其實咯，自己啊，一直是中端元帥文，一直中壇元帥。睡覺的睡啊，元帥啊，睡元帥的元帥。哎呦 ，anyway， 伊特晚講伊接幫弟弟4點6點才來困呀，伊把你困去啊。伊做拍賣工本嘅，伊用手用到這。正邊講係咪咧？伊聽人講話了，人會聲真係熟，你好困啊！是啊。然後你阿龍特別阿龍好啊，阿龍叫做冇教 usually 教即點聲嘅時候，我叫阿龍卡嘢起來，但是佢聽電話卡嘢起來。你知你講，你知道到唔是話？係啊，電視是錄嘅啦嘛。OK，嚟，你就去講，你講你拜阿公嘅時，你無想講即特掉嘅。
process 係咩？想我未說我唔是白人講人，所以我冇咪 understand， 我冇咪明白講你去人講嘅去啱嘅時，你安怎拜嘅？你有想一 process 係你揀曉拜係安怎你講啊？拜天公啊，也是面口有5種嘅嗬，5支香拜到5種入邊。係了 ，after that 你就去那邊拜主公啊，the owner of the temple。The main 咯 ，the main 誒 God。哦，所以我考成拜先。The main 個，要拜天公學先咯，拜天公學先咯 ，Jet Emperor 咯，然後拜5種咯。5種就是以 whoever 你啱學晒你啱講。冇，5種就是係你過嚟按照講啊，是別好了。General 對，武營將軍啊。所以特你啱冇人看你啊，特你啱講啱。唔是咁樣啱有5種嘅，唔是咁樣。哦，特別天公是 always 頭出嚟。天公都有嘅。天公你特別成拜，天公要拜咗自己香3支。3支香了你5種到5支。Yes。了5種要個叫行來哦。哦，你是3支咩使？要小你拜天公時，你插到啲多隻攞，外口嘅攞。外口天公攞。外口嘅咯。哦，你有5種攞啊？5種攞冇嘅。所以5種攞較接淡薄，還是少到啲外口。Usually it might be on the left or the right hand side 外口。哦。你看到落位啊？哦。你細講你冇，你所以冇成冇講 standard 講，你就企隻啱，你就講。到這攞是天公攞啊 ！standard 你天公就是天公攞。所以特別你喺美國睇到你攞，你梗係是天公攞嚟嚇。嗰隻天公，事實上你看到觀音，嗰隻是啦，觀音嘅嗰隻隔了頭出嚟，你就是拜天公後生嘅。你無管你係咩物件咧，你按照本事地拜天公後生。暗地頭整地會頭整嘅嘢。第外口嘅都是天公嘅。OK。你大地水嘅是咩啊？按照本你拜天公後生，你無管係咪，你去拜個另外人公樣，唔是個你講你拜天公後生。哦，所以你拜了，你到自己拜你咩？我未記咩？我向歡。我將拜了，個拜你即三太子。The main 嘅嚇。The main 嘅個。你按照 separate， 但係你按照其實個叫佢做三太子，其實個叫佢做係你。三太子咧是真係 general 嘅，the main 三太子就是想講咩 ？Correct me if I'm wrong 是別個是，有時三太子有時講想叫三嚟㗎了啊，係 Three, I know it because it's just three prince. Third princess is three prince. I thought it's the third one. That's why 叫三太子。所以第三數所以叫三太子。係第三數嘛，所以叫三太子。Prince number 3啦，係叫。Prince number 3 yes。太靈王嘅一本是第三嚟嘛時候，是唔是？一睇詩嘅本是三太子嘅。我唔 sure 是唔是？太靈王詩嘅。喂，講太靈王係你。唔知你 Monkey God 睇詩嘅，你係嚟講，你見一半是三太子嚟咗，即係第三你是第貴嘅。本是第三嚟嘅。證明講係領嘅了前一貴嘅啲咯，唔使學三太子嘅 Monkey God 拍咯。你諗地去 research 啊。OK，then 你拜了，你去香了是個係咪物件要做咩物件？特別以前成日都講。嗱，到講是咱買份機啊，你看你，伊有想講 specifically by 三太子，還是？所以人買 jelly， 買阿摩糖，買 pacifier，囡仔物件啦，成個囡仔個隻阿摩糖，有零頭。你為時你拜你本地考看咯，為時你拜是中段元帥，你俾出可以保養嘅。哦 ，because it's already the highest。所以有人學晒無上 rank 誒三太子嘅。哦 ，yes。所以你去一個 temple 咧，你看到中段元帥，你看到蓮花，你看到路車 ，whichever 啦，which。蓮花是無上 stage 無上 rank 嘅事啊，蓮花是伊把你甲花心嘅事，把你甲寫貼骨、貼灰、下巴貼骨嘅事，佢哋就是叫做蓮花心。蓮花哦，一是叫蓮花啦。
我 question 好科位先至演你搞快。我未曉嘅，我就講嘅。係來講。OK，我點解我細漢嘅時候哈，我厝嘅路車，我講即叫路車，我都唔知講咯本案嘅字。OK，我厝嘅路車呢，就是迄個有三個面，咧是六支手嘅，咧伊個逐個手也無相嘅 weapon 嘅嘛，有一個箍，有一個塔，有一個迄個 spear，有迄個波。OK，所以迄個是叫啥物呢？佢呢是樣叫咩啊？three hits 三頭嘅，one of 即 incarnation 是叫啥物呢？一部 incarnation，即係是 when 伊是 warrior 啦，because 神太主咧嗬，伊是出去，伊是 warrior 啊嘛，伊是出去 fight 啊嘛。伊是出去 fight 啊嘛，等陣我所以神太主呢個叫神太主。I think I understand what 這裡我哋都 I trying to say basically 成個觀音媽，都觀音媽 normal 嘅事都叫觀音媽嘛。伊變到千手觀音嘅事，伊都無相樣咗。對 ，in fight mode，in fight mode，in the fight mode 哈，對。攏去三個輩時，攏看到伊個神太主。三個輩咧，小你做個抓，伊個嘛是三個邊六個手嘅。對。都變咗video 翕到，我唔知啊。我唔知有翕到，我未曉，你係我未曉嘅話，唔知但是神太主。樣做成理嘅嘛，佢哋冷時又肯講啦，樣做成理嘅嘛，樣多下邊就是伊是計 protect 伊。對，攏看到啥？為是觀光啊，攏看到觀光啊，你看到國別店，還是你看香港嘅戲，佢咧而家關多嘅，佢 ready to fight。你是 fight mode 本啊？你是 fight mode，特別多出敗嘅人嘅嗬，伊觀光嘅嗬，借到他車。伊無相 version 呢，伊無相 version 呢，有咧踢車咧，有咧夾刀嘅，咱有咧是伊劍超咧。OK，แล้ว為你咧，人講是觀光啦，人講是觀光。問俾唔掉，你俾掉一踢車個夾刀嘅，伊講伊觀光而家穿南部啊。做叫做 part time。一定。即係人講嘅，即係唔是我做時候，即係人講嘅。because 人講，即行嚟。你俾觀光多處嘅，你別使等，伊別使廢掉嘅嘛，伊別使 warrior mode 嘛，in fight mode 嘛。warrior mode usually 是成個樣香港啊，樣嘅 police station 啊嚇。有你擺唔到物件，其實有可能是影響到你家己厝本嘛。你出嚟，請凊彩得隻 version 冇會使啊！你但是講出嚟，成個即係是成個我哋都講嘛，伊嘅是 because 伊厝擺是 fight mode 嘅嘛，三邊係咩啊嚇？三邊六支手，三邊六支手嘅係三頭六手。係你是，對我知係你是咩做咩事啫？一直咧，你就係諗拍功夫事啊！你就用 express 講 emotion，就是成個講，一邊嚟邊 Matrix 嚇，所以是成個就係成個人看 video 嘅時候，往時都做隻項物件是隻快事，咪是 shoot 成看到落機嘅款咯。所以伊快模式係 DVD 條劇款啊，因為看到落機。anyway， so 哈，你嘅妹是咩？你講你嘅是，所以是，都講伊類是，伊唔是 level 啦，又冇相名，伊是一個 figure，伊是一個 mode，伊是 fight mode 咯。成個同埋人講佢哋觀光嘅啦，往時你是擺架車，你是擺架多嘅，對，所以是棒球。你check 咗物件，嗰時看人本嘅啊。你有時人，你看你去人嘅厝，有時人有神太主，有時人嘅是用單。看樣下愛拜到一個啦。看下到一個。看陽光對路過一了。你叫玫瑰哦。第好是有愛玫瑰啦。即是有時伊 recommendation by 陽光啊，樣去當嘅時啊，樣佢都講 ，OK， 你厝係咪問題樣？哎呦，你請太主對厝，甲你白白，請太主對厝，甲你白白。所以成一個人啊，反正人講俾嚟大對厝，然後是冇，有時人講有時我講，我祈求講，我俾請太主對起外厝，個外厝，太主講咪，冇解冇啦，你個人嘅，even though 你去 temple 嘅了咧嗬，
伊 whether 你有時人問人講 whether 人講準無準嘅，即個了是 end 㗎了。佢嚇無嚇㗎，你啦，你嚇無嚇對，嚇家人嘅啫。你講拜是會使求伊做 anything 嘅，還是你拜是想講你 intention 想做你拜，還是驚你特別會使偷物件想做你拜是？即你愛偷係咪是類似㗎？特別你哋買鬼魂啊，人打拜，人打拜。咪貪啦，唔是咪貪先嚇，人看到心態就起檔嘅咧嗬 ，especially 多起檔嗰是另外一個 aspect，我會看到會每起檔。實人特擺個心態就拖係咪拖死你個頭？拖字，我是啊，貪晒就，我你是講人即係當機起檔嘅時，就是你睇 directly 嘅 communicate，所以人都是會每字。正正咯，正正樣是會每字咯。OK， 等我跳到對先，你幾時去暗嘅時，你幾時是去拜，幾時是去梅人講嘅？伊幾時以前有 time 想講，幾時甲有去即個叫去迄個路車講，幾時是去拜呢？還是特到冇去嘅？這是看淡薄嘅，我看有當去淡薄嚇。It may be every Monday 啊，或者是 every Tuesday 啊咩那款咯。所以你使拜是幾時每使拜，特別無特日有跳檔。有每人講下無特日有。每人講就是跳檔嘅數。你條起線了解冇？對。所以我係厝呢，所以我點解我係厝伊跳檔呢？就是伊好多是特嚟攞禮拜 not every 2 weeks 啦 ，every 2 weeks。有貪每數嘅嚇，所以但伊看起係咪人講呢？迄個是 depends 嘅，我未曉啦。所以你有咧，特別你去大，你嘅人講經，你去拜誒個。當係厝是人講經。冇，咪成個即係小弟講嘅嘛，小弟講嘅伊是經是佢，伊是 specialize 緊係是路車講嚟嘛。我係厝嘅間有遮濟，有迄個有大聖爺啦，有西洋快條下面咯。你厝是啱咪本嚇？我係講是點到時嘛，登記嘛。所以伊個，我都我細漢嘅時，我講已經是無跳了嘅，伊是互伊嘅朋友，伊個人講經嘅朋友跳嘅。我想講你講你厝，我想講你唔是你厝內學習，特別是你厝內是人講經。Not really 啦，伊是特別有人去冇人講啦，就是講你所在。伊厝是有彈，伊使開起來互人辦事。但係你中彈嘅意思是上啲字啊？無彈是上個。但係你唔是你中彈。成個喺你北講聲，唔是北講彈。北講彈嚇。無定住人講係咩嚇？人講係你北海是人叫唔對，講人 spell 北講正，其實是彈嚇。是多雙開。多雙開。在出面學緊嘢。冇，你唔是彈嚟，係你字是醒啊。我唔是，停咗北講聽啊，嗰是北講定，特別人讀成嘅。And I think 是 because 係 Mandarin 讀成嘅時候。Anyway, okay, sorry, distraction 啦，keep 咯。到底係then 你去拜，你拜你使偷物件本，然後你想無人做乜事小度去想行願啦。你揀偷 something 嘅是保庇 something， 或者想我哋驚搞ทั車上面แล้ว乖，แล้วอีตัวตัวไหนเห็น小度啊แล้วนั่น是你使較細罐會使想係較少會使哦咪係直接度想貴哦 It depends on 你對你偷係咪所以你咪 over promise 啦所以人去拜嘅了啊反而回事啊人拜幾難行係咪拜人嘅爸媽或是人嘅行 OK 人 OK 行順 that's all right so 個節嘅了是去拜啊對國家人平安嘅了咪頭天 that's all 咪結束對了安尼款就俾小度
man，這物件嗰時你家己心啦，頂你看你家己在調，你本無成講你無在調啊，人哋就俾佢欠你去小度啊，呢。對，because 你硬講經，你記住愛硬講經，唔是講你愛做，就是會使做啊。So for example，成日大媽講你波換你let's say 成個人做過咩，แล้ว過咩嘅แล้ว本what do you call that？過帶啊。So when it comes to 過帶咧，不過帶咯。對，แล้ว就一人請嘅啫 ，because 人講人是想 ，OK， 我要出嚟學人講話，但係冇特特人嘅鐵hand本嘅。所以人特別成日人叫咩啊？人特別背，成種係人特別成 draw 嘛，成人特別 draw 佢就處理標啦，為你人是加講今年我係出一名。哦，所以每人講嘅時，伊就叫你講會使袂使人啊。點先愛教嘅事 ，but again 啊，我講嘅特特嚟 temper 嘅了，特特嚟講嘅了，人嘅 system 冇相關。你加四百號了，擺是象徵嘅人講嘅哦。冇相。冇相啊，冇相。因為我唔知四百號了，佢是人講嘅，特別我唔捌看過幾多人講嘅。哦，冇相。特別攏擺，阮是擺中。我袂記啊，中大元帥啊，中大元帥啊。我是講路車講會使哦，路車講我會記。會使上嘅啦，你暑假安怎講 ？Actually, when it comes to， 阿龍問困，一邊，阿龍問困，哦，我去走開。我看一邊往時，你看出嚟成日做咩困嘅事一邊啊？好彩去走靠啊！所以而家自己就係勁啊！計勁嘛辦？地殼都冇看過，個邊兩個人了啊！等陣，你講即係每人講嘅事，你安怎嘅你會拋個邊啊？你安怎嘅會使係咧？會使 qualify to 做氣人講。哦，係你 that is another 係你我未曉，係你轉啊轉。特別你 anybody 咪使問啊，意思是講。哦，問是會使 consultation 是 everybody 會使。แล้วรู้ตัวเอง as a medium 嘅話，你就要 qualify。哦。但你去問嘅時咧，即係講有人愛去問，你就按照睇 number 啊，按照啥，按照 book appointment。冇啦，你去啊，邊 number 咯，你去搞邊下，一 number 要擺了笨笨嘅，你 just 抽一個了下，你大餅單咯，叫你號碼時，你接去咯，你每都咪數哦，嚇，你解講咯。Nomor 2, 4, 5, counter 2. Counter 1. แล้วอยู่เบจิง system เนี่ย當然會成個 modern 啊冇，你就特別大學名單呢。usually 是大餅單呢。哦，單你 sponsor，你不到你咪估嘅硬講經嘅時候，都係 LCE 啊並。我係見你 online 係 register，online register。แล้วตัดจังโก講到ตัดจังโก你會使有特別好累哦。特別紅包啦 ，usually。哦，即是看你線嘅啦，嚇。你線咯。哦，有時講有人我因為我係做人講伊無土講你就愛學文嘅這裡。哦，所以人就是有的人呢，伊是學outdo樣嘅事，冇講也學落濟，但伊normally你冇是無土嘅。哦，無講你就愛學。學紅包嘅，特別每人講特別就這類，你看無肯定啦。咩你無呢？係你請起來啊！是係你請起來啊！就起來啊！請起來啊！係拖住。哎呀，冚皮啊！冚雨嘅時候，唔是請嘅時候，踢蛋嘅時候，直到踢蛋。哎呀，對啊，很貴啦，出人 OK。แล้ว等陣咯，別人物件要問哦，別人物件要問，係咪物件人即係拜落車講嘅物件？我就係物件，我未曉，我完全100%。嗱，嚟，我物件，成個人拜人講嘅時候，人佢
求成個托，啥出入平安，係咪嘢嚟款你咪叫？你是愛講嘅，還是到心裏邊講嘅？I think 你用心講，你聽會到嘅，也知。免講多多聲講出來。even 你講 English 啊，或你講bahasa Malaysia，你本會曉嘅，你 understand 嘅。啊，yang有 AI。OK。有啦，有的人佢老人一樣的，啥吹念是聲咧，可能是講嗰隻 man 呢。OK，所以你心裏邊講到 OK 啊，係啦。你就俾氣啱嘅，還是你就自己多處？因為你都冇學晒，即係羅切講多處，你會使為啊一些 intent，成日你介意拖會使哦，還是較零氣啱較零。Apparently 大數咧就氣啱咯，像 normal 嘅咧，你大處本會使。OK。像我大擺俾接飛機嘅時啊，我看見樣，哎呦，幾百度攏啱學飛機出啊！點解你叫你擺時你是叫入面，你按怎 address？ 我叫 ，because 我是做客家嘛，大擺我叫客家。所以你嘛學你客做客家，學即係心態做客家。แล้วเรื่อง所以上台做ไปแค่สิรู้สิอีจิรู้出來人กันแล้วรู้知มันกันแล้ว有會使企啊是大波會使企咧大波會使做企嘅一無迄個啦無 restriction 嘅啦無 restriction 啦你解有 any 話意少嘅咧特別你出來是你家己一人是做上台做企嘅人啊還是你別嚟知有應該是One of them 應該是有，特別我唔知過幾天。來家己講。人講派死嘅，嗰隻是嗰了神太主嘅企。我就是買梅了，特別想買梅了，就是做咩事你嘛會學你做神太主嘅企嘅。因為伊今日對伊後生較聰明咯，聰明，แล้ว人導佢講，哇，一間較好學叫神太主過啫。Sorry 啊，我介你好對面學甚睇都講啊，為何甚睇都講？你我聽到見到係聲啊？係咪咪嘅？我聽到見到係聲啊？誒，知唔知啊 ？Because 我係播接橋，我係驚係bằng勁啊！咦，頭先都冇聽呢？呢聲哦，係你是我係舊衣，我係舊衣。哦，電話就 OK。不，你下電話開始。你等陣再講。I always pray inside my heart, can't sing. They say are like very disruptive to others. Oh, okay. 所以咪講出來啦，咪講出來啦。差人就人。拜人講真係 personal 嘅嘛。嗱，拜人講就 personal，有時人去教嘅時，人 because 一人去人講經嘅時啊，拜人講嘅時啊，個人嘅故事佢了無相嘅，個人嘅 obstacles 佢了無相嘅。對啊，像有啲人騎單嘅，人有時騎到嘅時，真係嗰陣時講係咩？嗰隻人講嘅是，未行做工未順啦，人嘅爸媽無好事啊，囝無好事啊，阿妹囝直直好啊，係咪反正物件個了。你講騎單係咩意思？冇人講，人嚇。就四百好了，我不要做。騎單係咩意思？騎單意思是，騎單意思是講 those that 像 managing or handling 嘅 temper 嘅人啊。哦。騎單嘅人。During consultation 嘅時，都騎到邊喂？哦，以前interpreter 呢嚇。something like that。OK。係啦，我繼續講啊。伊無像，其實個了人講個了啊，特別伊。無像人講落來，個了樣講話嘅款，樣嘅 style 個了無像個了嘅。你是講成個伊成個接人講接線接，安怎講啊？你成when伊起線嘅時，起檔嘅時啲，起檔嚇。伊講話 style 無像，特別人講係咪話福建話？都邊啲都福建話。It depends。有咧是福建，我捌看過；有咧講Cantonese，有咧講係咧潮州嘅那款了。It depends。我係厝啲
唔知我冇未有聽講嘢，如果意思。你會你講話，你講啲對話，哦，講啲你講佢哋叫咩啊？咩線話咩啊？講話線咩啊？叫咩？我唔使啦，唔似下未掉誒，呢對。一是古早嘅，樣古早嘅福建，古早嘅樣嘅講樣嘅。yang era 點先係福建話，就是樣講嘅話係福建話。特別好，特別，你講有你講講話誒，有你冇想嘅，所以伊都唔是成個到底福建人來講，所以伊應該是蝦米話，咩使講嘅？佢住擺，但 OK，等陣咱講嘅起檔。medium also 啊。我去新加坡嘅，佢哋講華語嘅。哦，講華語啊，有咧。講華語，你人看到 playground，人佢走去佚佗 playground，就其他 playground，人佢走去佚佗。哦，你有到新加坡有擺本啊？來講下，係咪甲你邊兩個邊有係咪無相？除咗講，就你講福建，就你講 Mandarin。不，是我到新加坡咧，我是去拜嘅。係了，我冇去美術，對，係了，是我對嚟邊領，我點聲，我家去美術，有物件講，我家去美術，是無係講，我特擺對嚟邊領，是我家己一人，我特要揾去來點曉啫，係了，是參我 family 個了對去咧，是講我係驚人個了，多車過大漢，係咪個了，我都揾去點曉啫，呀，所以我新加坡我冇美術，你拜 even 特別都冇拜啊？我拜，我新加坡，我去到一間真正好嘢，特別我去我這把去邊拜哦。特別你會成日在講，你會成日在講即個成卡甲你演的可能有成成我可是家己一間，我不是家己較無咧識較一間嘅可能有可能有。你去到你感覺到伊個你個人啊。vibe 嘛，你今日就暗擼嘅話嗬，你自然會。在你頂嘅他們啊，你在上有演啊有演。有演呢啦。你咧你按怎經咧？四百好了。我是。每時一路來拜關事。我拜關事咧，所以 I don't mind 啦 ，just that 我冇去求咯，我 just pay respect 啦。To me, I just pay respect in each of the temple that 我感覺到 OK 啊。我就插香咯，你 pay respect 呢，都冇求 anything 啦，咁樣咯。OK，特別你是拜即個三太子國古啊，細漢嗰段。三太子我是有接落來是有拜，特別咧我是拜阿伯家姐。大伯講，大字阿伯。大字阿伯，OK。頂到我未曉，大字阿伯，我想講是大伯講，特別其實是無相嘅，你是阿伯，你是講阿伯嗬？我成個人咧，當然阿伯嗱。阿伯，對。等陣我想，阿老嘛想，大是愛係是伯，我未記啊。大是伯誒，then 第二是愛。你看老人啊，老人會稱伯，我稱愛咯啊。往大啊！嗱，你看，往大哦，大字呀 ，OK， 出來咧，出來我是大聖爺。我未記大聖爺係咩啊？大聖爺是問幾個？OK，你你出特別呂波咪是呂出來有白人講嘅冇啊？冇，即係小弟。小弟。外婆紅教嘅。呂波紅教咧，呂厝會使白人講。冇，乜嘢啊？厝冇白啦。特別乖咧，特禮拜個出來，乜仔嗰度出來去 church。特別見咩講神太子咯，乜仔免去嘛？你個 proof 啊？你有 proof 啊？阿妹，正正是人講，是個好事，你做一頭梅啊嘛。以後嘅啦。如果你乖，特禮拜出來去，個一擺嘅。Actually 想嘅 because 我對邊樣嘅事，我去硬講經，係咪覺得我係冇問題？Good 啦，你講 mutually respect 咧。對，所以我嘅厝係咪個了邊樣嘅厝，我有係娘觀音媽。特別新加坡嘅厝，我冇學晒硬講，一般冇係伊 cross 係咪個了嘛？伊是 Catholic 哦。
伊是 Catholic。哦 Catholic 嘅人嚟款呢伊是，Catholic 嘅 OK 呢。哦，是啊是啊。嗯，哦，OK OK，是 Catholic 哇，所以都嘛是哇，OK OK，特別特別我個袂曉，我咪是 Catholic，特別我哎呦，等陣我係即個小姑啊，等陣我係即係咩？阿伯哦，我係即 TikTok 小姑冇講話嘅是，哎呦 unable to verify，我係話呀，哎呦是，等陣我可能看我做咩？等陣我可能看我做咩？我就做呢物件，伊就我 verify。哦，個咱呢個嘢啊，咱呢一個話呢，對袂哈對。啊對啦。because 我哋TikTok有時小姑無成日講話，個人講話嚇，人無咪知，個無人 like 數咯，個人哦個人係咪？個一人哦，無人啊，就小姑啊。live stream 嗰陣正啊，實拍戲啊，阿龍嗰個車就有。嗱 OK，嚟先 finally 攏要緊未講，後邊學我人明白。心態，做我學到一物件，老實講。特別我袂記啊啦，我特別對伊看，我可以記伊個檔上面，我連叫佢哋咪四個字咧，什麼名，係咪我中大關稅，中大關稅，中大關稅，我袂記。所以正你叫伊紅講啊，你拜即紅講 ，because 伊較 specific 嘅嘛，成個意思成個講 OK Catholic 啊，嗬 ，Catholic 我知你 Catholic。你我是 Catholic 話成個段口，你在 Catholic 嘅 Mary 啊，有成個出現可能看過嘛？你 Virgin Mary， 所以伊出現嘅時，伊無像國家，無像蝦米可能看嘅時啊，伊有無像 specific 嘅名嘅。成講你講嗰啲 Our Lady of Fatima 啊，Our Lady of Lourdes 啊，咁咩Guadalupe 啊，你看伊無像為出嘅，所以對我嚟講，你講係你。中原係中大關稅，中大關稅是 because it's specific right， so 伊是成個 even though 伊是隔了是講三太子，特別伊是 specifically 係你 rank 嘅都擺中大關稅啊，龍嘅寫係出到係字，你寫係字就。中大，但係是寫是隻母啊，即係你可能你下段。係啦，咱寫唔出咧。你寫我看，我 visually 我學物件，我特別 visually 看，我都看到個字啊，我較會記嘅。中大。係咩？咁你搞？較硬會記，對我是講，because 我對 visually 目睭看，所以我看嚟 name tag 嘅時 ，OK 嚟你看，中大關稅啊。這是誰是帥嘅時候？那恩導元帥，中壇元帥，中壇元帥對。中大元帥 ，OK， 我會記掉。中大元帥 ，OK。呢個玩就咩數喎？玩就頭一個嗰個 number one 嗰個。哦，所以 first top rank 啊，成個元帥是。對啊，帥嘅是恩導咯。所以元帥就是第一恩導。第一恩導就看，別怪就別拜啦，各位。你慢慢在卡笑啊，看這件事會可以擺啊，可以引導，會點引導嘅哦。誒，你我後尾一個，比方咱走嘅時候，我再講，上個有個人講拜實等人講，聲蝦米物件，你中大元帥。較濟人拜是 in general 拜，還是伊有成個伊啥 specific 嘅power 嘅？好啊，好啊，我是很拜較大呢，蝦米物件無關蝦米物件本好咧。即係你 spiritual source 啦，係 anything 你需要蝦米物件，你就是想到，就是去這樣講啊。對 ，even though 上個為時啥古早。有蝦米物件來講嘅哦，伊是上個 one of the 阿公 from the same temple 嚟鬥下手。所以為時上個為了物件，像中大元帥樣未做到，你後伊就叫別個阿公來。哦，即係是
in a very special case。特別你 still go through 醫生，伊講是我想 refer 你去隻 special 即 specialist 咁樣。對對對，我看過有嚇，有啲暗啦，say for instance 呢暗是浙江嘅暗啊。before 伊浙江來嗬，伊就要愛有中大關稅來先嘅，就是伊嘅台主也來先嘅嗬。then after that 咧嗬，伊 settle 嘅了嗬，伊台主也走了，伊嘅浙江跟接來。哦，所以伊 rank 較懸啊 ，because 伊上架是一個 general 嚟講啊，伊成成教性啊嗬，伊 make sure everything OK 啊嗬，伊架請係你愛來硬講。你若是講咱即講甲即中大關稅，中大關稅吼，伊樣甲叫有 rank 嘅，伊有成日只 because 是關稅較懸，啊不普及關稅，啊普及。感謝你第 N， 哇！這葡萄鏡都開只這類啊！感謝你第 N， 因有時有本 rank 嘅樣。伊按照講，嗰了白白本事，伊 rank 按怎我唔知啦，特別嗰了本事白白天先。嚇，伊樣有 depends 嘅，有 certain 嘅 rank 本嘅上加有啲升吼，樣是叫選線嘛，所以較懸嘅咯，上加咱講跌牙鋼迄種伊 rank 較懸嘅，所以了較低淡薄咧就上加normal 嘅咯，了低價是種地主鋼啦，迄種啊是低價咯。OK。特別 regardless of 蝦米物件咧，嗬，就咁啊，四百好了講嘅，係時我四百愛困嘅書啊，四百愛了，不唔是，無管你蝦米 ceremony 本好咧，嗬，特擺來咧是中大關稅來開隔了物件，所以成日馬人講我硬講經被保運咧，嗬，伊按照本好伊中大關稅來。伊哋請下你特嚟講呢，唔是嚟講啊，按照講啊，啥 East West 嘅物件㗎了，下你硬講㗎了。我但係你講 because 是中原嘛，所以特別伊東南西北㗎了，就會來開，伊特別來啊，請人家來，所以特別你講伊來，意思是講伊特別去當入線來啊，是安怎？對，伊成入線咯，所以 the medium 嗬成入線 for。係你中大關稅先，so when 伊來搞啊嗬，then 伊 make sure everything OK 啊嗬，嚇伊個走咯，the heredity left 伊 medium，了加來請別你來咯。哦 ，so this 本是上也是上有價，硬講有價咧，嗬，伊特擺就是中大關稅，先擺頭前伊成個 front end 呢種賄賂嘅，伊來 cleanse 個了嘅物件個了，就大硬講個來，所以中大actually 甚太主咧，嗬是真係一人擺，真係一人起本，伊是真係 general 嘅地啲啊，就 means 你起個來，所以人為人想擺硬講嘅人咧，為時常起檔嘅人講，哦甚太主就是起四線，就 means 真係 common 嘅，係咪線？真係 common。四線，OK， 真係 common 嘅線咯。哦，所以甚太主是一人擺啦，一人你起價，你無管你起價係咪硬講經嘅，啊你天啦，你起價係咪硬講經嘅好咧，你特別會看到甚太主。哦，怎麼是卡少是這樣？哇！哦，一幫配啦，一幫配。OK，特別你起價係咪硬講經本好咧？你特別會看到甚太主。特別你甚太主個了冇相關咯，樣為你樣上架伊硬講經個哇嗨嘅啊，伊 story 個了真 interesting 嘅，為你樣講上架伊樣講伊中大關稅大海位，แล้ว特擺樣嘅 temple ceremony 俾來時候，伊大海樣大海請來。so 這個物件啦。nuance maybe 伊想看，伊樣擺啊樣所在個 influence 樣嘅中大關稅。有咧是上加東海泰銖啦，了有咧蓮花泰銖了伊無相嘅。東海上面看伊東海啊，就是講東海啊。
東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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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我是叫佢東海啊。東海是特別東海係咩 ？East 北東邊嘅海啦。東邊嘅海嘛。係咪數嘅？係咪冇上嘅 specifically 東海 I think is that the one where 一拍贏 the dragon 嘅唔是啊？一拍贏 the dragon 嘛，東海龍王嘛，一拍贏係啊。So whenever 有我海嘅嗬 ，sometimes 人嘅叫伊泰銖是叫東海泰銖。所以冇上 state of 即係硬講。伊客你嘅環境嘅時，你會使用佢哋硬講啦。就係講你會有人報備，就係講伊會人報備伊嘅時，所以擺 maybe 伊是擺佢哋卡 rank 較高咧。你 fight mode 三邊六手啊。對。但係你是 the figure。我都計正面見到咯，我講時咯。我就講啊。啊是大媽啦，人無講8玩 for about 半點鐘啦。而且個正面見我講。而且檳榔你實講過啊？你實講過啊？講你點先都冇兩個？唔是，唔是，我是講檳榔嘅心態主嘅故事咧，嗬，是真啊謝。你只係 variant， 你講只係冇上。只係 variant 了。講下。你故事啊，像 for example，I think one of it 正出名嘅是係你啊。我聽人講過，特別我唔知啦，攏問聽博家是咩話啦，講出人做講。有見 comment 係會咩意思？係到啲 comment 嚟，但係有 comment 嘅時有夠有 interaction，有夠有人家看到嘅字嚟講。我人咩話，我咩人都對。唔係見人笑咩，嗰個好過，嗰個字人 comment 嚟講。係你，是唔是？你咪聽佢啊，四百好了，係你現武天啊，是唔是現武天？人講古早嘅時，伊個茶，伊個落，伊上個大海會鋪來拍來啊，係嘛？一直拍人轉，係啦，樣直夾出去面口，你對，係了，到尾是。我聽過。了樣嘅，係你樣大海你叫嘅人，聲又叫嘅人係咩啊？伊夾起來，了伊 start to kick 啊，係kick到一個鳥會做乜出來？แล้วแต่อีกูจะเลยเซเตก็อีคิกจะสัมผัสจุด出來เซเลยเนี่ย这就是本是邊樣嘅？邊樣海見嘅位，你邊樣是哇海嘛？所以那應該就係迄個海，同埋你講海咩啊？東海東海it depends，唔是嗰啲會擺東海。有蓮花泰銖，然有咧。蓮花泰銖，伊是唔是？我知你講下，我明白係是伊講你頭貼皮頭骨嗰啲是，係你個嘢是伊人講線有是蓮花嘅泰銖嘅線了。今日使辛苦成蓮花，但我未看到，但我吹下。清一啲啊！哎呀，就是我特晚還沒說完，我講嘅時我俾隨住小英嘅了，特別我哎呀，太子。7 terabyte 是小英所吹掉嘅啦。Because 還沒說，伊樣起檔嘅時咧，嗬，樣清了蓮花嘅衫啊！特別這個冰色嘅身軀唔是特晚係靈昂嘅。唔是。得這個蓮花係。這個。Okay, so actually 我半年啊，頂住快年啫嚇。這個一部啊，反而治療治神嘅。呢 ？Because 這部這是零，一部治神呢？一部這個。啊不 ，the one on the right, 去 the right。這個。啊，但我咪是看到，但我都你看到啊，這個伊嘛是蓮花咯，蓮花泰銖。蓮花，一看蓮花，對。但係蓮花就到我看未，哦，伊蓮花曉，蓮花曉，對。So I think 這個是 stage 2，because 伊是東海老師，伊拍到靈藥，係了伊條關藥，係了伊師傅 build 伊起來嘅時，伊變蓮花。That means that is the part where 伊興嘅物件，佢了學伊 parents 上面，了樣嘅 lotus 嚟 again 啊，攏聽到，也是我講唔對，買咩話咩阿俊。這本係使咩話嘅？這本是蓮花，你覺得伊身軀先掛頭咁樣子。係了 after that 一直 fight，擼來擼去啊，係嘛？然後跟住咩？中大萬歲 yes。
有陣時講我愛吹中段，把哎呀死，但係我隔壁我比較怕，中壇元帥，我比較你上紅考我隔壁。Number one handsome 都係咯，Number one handsome lady。之類。OK，所以依家你看，啲頭情嘅咧。你看伊後尾有五粒機嘅，你看 the first row on the fourth one， 即係伊有五粒機嘅，迄個是五行咯，伊個五官。係咯。education 啊。即係五官咯。The next one I 做嘅，我被請到 basic 嘅，佢請白嘅，像 professor 很教我嘅。這是中原啊。對，中大元帥啊咯。中大 ，sorry， 我頭先講中大元帥 ，sorry， 我哋講唔對。中大元帥 ，OK。係哇，這爸爸冇得教嚇。這個是，我跟人講，這個都是新款嘅，這是新款嘅中大元帥。新嘅版本啊，這。Because 呢，你看到樣有 Jewish 嘅手落邊啊，係啊。得咯。你看伊邊嘅頭毛攞嚟 ponytail，攞嚟Jewish 嘅手係啊。你成日係手，Hasidic Jew 誒咧。係正攞嚟，我跟你講啊，人這是新嘅了，這是中國來嘅了。人邊靚嘅咧，嗬，真係少看到我反嘅 ，because 人無管你摩打又好，還是蝦米又好，地頭毛又好，你看啊，人邊靚 especially 看人係海見入邊啊，呢這經嘅了，樣是真啊，即水啊啫，甚太豬啊，你愛講你白刀端嚟時，你講我講啊，我人嘅了。我講了，傾類俾一隻下都短起。唔係。我所以因為人講本好啊，有咧愛嚇人啊，愛看伊個人緣，你知道？所以你看你成日你實你看咧，一山你講一山水，伊都是嚇你咯。一橋路，一山水，咪咕啊，坐對面角，咪咕啊，坐對面角。你咪講阿咩事嘛？做邊路？一山溫水，一山。這個是佢有個新款嘅。這個新款嘅，個夢想啊！伊而家成個話喎，即係個呢度係種Buddhism嘅啊。對，伊而家成個話誒，活嘅而家，係啊。OK，講個這邊先，感謝讓嚟講share 讓嘅人講嘅故事。即係我哋到啲 clubhouse 聽到我感覺到哇，我係學到這物件，因為到啲shelter 話 because the Catholic family， 所以我唔就係講你硬講，安尼自己啷成日講，冇上面冇上面，我就成日講冇上硬講啊，其實是上一個嚟，冇上木呢，而且冇上冇上木咯，冇上木咗，咪咕，是喇嘛轉，是喇嘛轉是地慣咗咯，嗬。你地慣咗咯，冇啦，見咪咕啦，見咪咕，係咪日本啊？見咪咕。感謝大家呢排個到底嚟收聽，感謝人嘅特別嘉賓尤其是小弟加400好了，就nghe聽400，其實講我咧唔講啉個啤啊，有噶我俾落地學我驚借我本地借驚落地。OK， 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拜。Thank you， 拜拜。這裡心態主保庇人。定住禮拜冇看 episode， 正邊一訂，E-call 這邊嘅訂就正個訂看訂聽，現在錄音時一同地咯。感謝大家，拜。